伊伫遐遮吼用台语做创作，用画图啊、念影，还是写歌啊，还是讲吼要翕相，还是要写文章拢会使。伊若做了好，我就互伊免钱来遮住。要来大的人有才调用台语创作，就会当免钱来住台语老厝。企业家也好，还是讲成功的人也好，因最后上后悔就是讲因趁钱侪钱，但是我都背跑体的时代是不必。等到翻过头来思考，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背去是不必呢？甲阿金演出女外科，规整的希望来甲台语老厝拍片。小玉，这个先好无？不介事情方法蹦蹦跳。 收看基本日福气类的节目《梦之家分享》。特别，咱有特地加玻璃，爱系梦之家。太番薯。大家好，我是云林太番薯，太番薯。讲一个白菜，这个电影就无好看的，大家一定免。啊，即马娃娃来甲你照顾。我到即马你咧甲我照顾出去啊！我唔知你几岁？你几岁？就两个翘去咯。一线赛，一件好国校的这个校长。是台语老厝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这是咱家的，阮家的面筋，嘿，啊，这拢是春棉，嘿，春棉的，春棉的。阮阿嬷讲，出来卖面筋，就是爱回馈大家。注定啊，嘿是，你敢是弱势团体？ 啊，早咱用稻草来封治这阳城林吼，啊，即马咱该用粉油卡来治疗这个阳城林吼，啊，即马稻鸟拢转来啊哦，而且拄啊因讲嘛有发现石虎。这一罐内底有5支红菜头。你种几档啊？种几6档咯。红菜头饭，好食，好味啦！这支小好说啊。 来台湾读册的日本朋友，骑车来到台语老厝，来1100海拔的后洞来看夜景。当向光写出伊的名，基本上咱这个国际上会晓用3种语言、4种语言的人吼，伊学其他的物件，学数学、学science是拢真紧哦。阮绝对无要放弃，要离开地球着。你有啥物资格讲我毋是正港的台湾人？恁爸出世的时阵就开始讲台语啊！叫别人讲。 我唔是台湾人的感觉吼，完红了。黄仁勋博士致辞。我今仔日本来想讲甲恁讲台湾话，但是愈想愈紧张。咱遐尼侪人伫遮，你咧甲我出价。NVIDIA 3条升级一行长，拢愿意伫国际上台湾讲台语。咱是偌济升级，但是煞无愿意讲台语，先成为一个正路的人。 才来正做一个台湾人，一个愿意讲台语，但是世界诈骗，逐工白贼话讲了罐罐死死，袂照顾厝内人，袂车用时代的恐怖精灵，甲一个愿意逐工做功德，愿意捐钱予社会福利团体，厝内照顾好势好势，但是完全佫袂晓台语的人，你认为啥人才是台湾人？因为有恁，咱才会当来正做台湾，正做台湾人。台语老厝感谢每一个朋友，感谢您。